叫你平時注意衞生啦。你睇塊抹布去包工咁啊，嗰下邊地下你睇下，又濕又滑又臭，唉！屋企有污糟嘢，攞地拖搞掂。你啊，平時唔運動，坐低吹空調，擘隻眼光光睇天光，咩燒烤啊，兩杯一齊嚟，你咁樣產生污糟嘢，地拖拖唔走啦，咁好簡單啫。今日落個翻去地面，幫你搞掂佢。有一樣嘢叫做老祖宗鹽選啊，留到今時今日，要麼特別好食，要麼特別好用啊。我覺得咧，龜苓膏係兩者合一啊，所以好多人咧食佢就因為需要。你睇下喺廣東啲詭計多端嘅天氣，加上呢班友仔習慣又唔好，所以而家好多商家咧就揸住呢點以次充好，偷換概念啊。比如龜苓膏個龜啊，有啲人咧買一批龜之後咧，3代人都係要批龜，係啊，真龜嚟嘅喎。但係你熬幾多次咧，你就唔好問我啦。你慳成本，咪為咗配你俾嗰幾個龜子，咁我呢個肯定頭道湯啦。我俾你睇下個區別啊，呢個係頭道湯，我專門去龜場精挑細選嘅石金錢龜，40斤嘅龜熬10個鐘頭，從頭到尾只取頭道湯，膠質營養精華喺晒裏邊。呢個咧我整咗第4片㗎啦，清晰見底，係咪湯啊？我算係湯啊，但係最起碼佢一定唔係靚湯啦。除咗水之外，佢裏邊第二樣就係龜，因為真龜所以珍貴咯。龜苓膏如果唔係頭道龜湯熬出嚟嘅，不如唔食。打比如呢個啊，你試下。哇，好苦！我覺得應該有用吧？係啦，就呃啲傻仔啦。好多人咧覺得龜苓膏有苦味咧，就覺得 OK 啦，唔好傻啦。商家就係諗你咁諗，佢先咁諗啊嘛。就龜湯呢2個字已經溫你水魚啦。咁我咪做苦啲咁多，頂得安心咯。越苦有用喎，揸苦丁茶落去苦唔苦啊？揸黃連苦唔苦啊？再加少豬膽，你話苦唔苦啊？好嘅龜苓膏咧，做到咧令你入口微苦，1秒鐘化開，變成甜而回甘，味道應該有層次嘅。草本方必須按照老祖宗嘅鹽選啊，靈芝、金銀花、土茯苓、火麻仁等等13味啊，煲足5個鐘，頭島嘅龜湯加頭島嘅漢方加埋一齊，變成呢塊有用嘅龜苓膏。真金白銀肯定買到真材實料啦。要到今時今日，我都同大家分享一句：真不二價，價二不真。嗱，好似呢啲啊，仲有你啊，返工咧空調多，返學咧生活又唔規律，平時咧種種操勞嘅，都主動食龜苓膏，都知道係有用嘅，而且比涼茶好食好多啦，起碼唔使練住個鼻食啊。本身就為咗需要，食都唔好嘅，苦，好心辦壞事。所以想買到好嘅龜苓膏，唔使咁複雜，攞得出證據，攞得出過程，搵上得個人啊。剛剛俾你睇到所有製作龜苓膏嘅畫面，都係樂哥親自到場，親自監督，材料由我挑選，堅決唔用巴西龜，過程由我監督，煲完頭道湯，全部啲渣唔要，成條生產線唔允許回收再利用，結果由我埋單。畢竟樣嘢細路仔都會食噶嘛，食喺嘴裏邊嘅嘢更加唔能夠攞樣嘢開玩笑。嗱，好似樂哥呢龜苓膏啊，好食又健康，裏邊咧就送咗一條蜂蜜俾你哋喎。嗱，呢個咧叫三花蜜，配埋俾你哋，空口食龜苓膏就得，或者加個山花蜜落去又好食。龜苓膏咧，我唔建議你多食，我怕你頂唔順啊。1天1樽就得啦，食完1箱之後咧，你會嚟感謝樂哥，心力都用喺出品上，宣傳差啲冇問題，好嘢唔使囉嗦。我話好，你買得啦。